各位老朋友，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係一個我行走江湖幾十年，睇盡人情冷暖之後，最想傳俾你哋嘅道理。呢個道理唔係講大話，唔係玩文字把戲，係真真正正血淋淋嘅人生經驗。你聽完之後可能會心痛，可能會沉默，但我保證你會唔同咗。我年輕嗰陣喺媒體圈打滾，見過幾多有才華嘅年輕人，因為太計較眼前嘅小利，最後成世困死喺一個局裏面出唔嚟。我見過有人因為省咗100蚊書錢，錯過咗一個翻身嘅機會。我見過有人因為面子薄，走去串咗唔應該去嘅門，結果攞自己把臉去俾人揸塔。我見過有人一邊喊窮一邊每個月花錢落酒局，覺得唔去就係唔合群，結果呢，錢散咗，朋友冇埋，得返自己一身空。呢啲人唔係冇能，佢哋只係唔明白一個道理：窮人省錯咗地方係最貴嘅代價。你省走嗰啲本來應該花嘅錢，反而係用最高嘅成本去買返一個更差嘅結果。今日我講嘅呢兩句說話，你要記入心入骨。第一句，人窮唔好省嗰3錢；第二句，沒錢千萬唔好串嗰3門。呢兩句說話聽起上嚟好簡單，但係裏面包住嘅智慧係我用幾十年人生換返嚟嘅。你肯靜落嚟聽我講，今日就係你嘅福氣。窮則變，變則通，呢個係易經入面最深刻嘅一句說話。點解話人窮唔好省嗰3錢？因為呢3錢根本唔係錢，係你未來嘅籌碼，係東山再起嘅本錢，係你同命運博弈嘅底牌。你省咗呢3錢，就等於係親手把自己未來嘅出路斬斷。明白窮人思維同富人思維嘅分別，就係從呢3筆錢開始。窮人睇到嘅係眼前，富人睇到嘅係將來。窮人計算嘅係今日剩低幾多，富人計算嘅係今日嘅投入，明日可以換到幾多。你想改變自己嘅命運，先要改變你嘅計算方式，先要改變你嘅格局。格局唔係天生嘅，係訓練出嚟嘅，係一次一次正確選擇累積出嚟嘅。第一筆唔好省嘅錢係健康嘅錢。我見過太多窮苦人捨唔得睇醫生，捨唔得買好啲嘅食物，捨唔得買一對好走路嘅鞋，覺得省到呢筆錢就係慳家，就係識得計數。結果呢，身體垮咗，連出去做嘢嘅氣力都冇，所有嘅機會擺喺面前都抓唔住。我常常話，身體係你同窮途末路博弈嘅本錢，你連本錢都輸掉咗，你拿咩去翻身？古人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個身體就係嗰座青山，係你所有計劃嘅基礎，係你所有夢想嘅載體。你以為省咗幾百蚊醫藥費係着數，但係你唔知你省走嘅係你繼續打拼嘅資格。一個人連身體都顧唔好，係講唔上翻身，係講唔上未來。呢個唔係迷信，係最基本嘅人生算術。我見過一個朋友為咗省錢，牙痛都唔去睇，拖咗半年，最後發炎，花咗係省嗰筆錢嘅10倍去處理。而且更慘嘅係嗰半年佢精神唔集中，工作表現下跌，差點失去份工。你省咗一時，輸咗一世，值唔值？黃帝內經話，成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最聰明嘅人唔係生咗病先處理，係預防疾病，調養身體，保持精力充沛。你身體好，你工作效率高，你抓住機會嘅能力就強。呢個係一個良性循環。省咗健康錢就係斬斷呢個循環，係最傻嘅省法。第二筆唔好省嘅錢係自我增值嘅錢，買本書學個技能，報個課程，呢啲係你嘅翻身資本，係你嘅人生保險，係你唯一可以永遠帶走嘅財富。我知道好多人話我而家咁窮，邊有錢去買書讀書？我每次聽到呢句說話都好心痛。正正因為你窮，你更加要讀書，更加要增值自己。你有冇諗過點解窮
人越來越窮，就係因為佢哋用嚟慳嘅時間同精力係用嚟計較眼前嗰幾十蚊，而唔係用嚟思考點樣令自己值錢10倍，唔係用嚟學習令自己嘅選擇更多。知識係唯一一樣你買咗之後任何人都搶唔走嘅嘢。你個身家可以清零，你識嘅嘢永遠喺度。我當年最窮嗰陣送錢都唔夠，但我仍然每個月留返一筆錢買書。佢哋話我戇居，但係後來係我笑到最後。投資自己從來都唔係消費，係世界上回報率最高嘅生意。你用50蚊買本書裏面一個概念，改變咗你嘅思維，令你之後賺到嘅錢係以前嘅2倍。呢個回報你算到嗎？你用幾千蚊報個課程，學到嘅技能令你喺職場上更搶手，令你薪水升咗30%。呢個投資有幾劃算？你算到嗎？窮人捨唔得呢啲錢，所以窮人永遠只係在原地踏步，唔係因為命運不公，係因為佢哋嘅選擇決定咗佢哋嘅結局。曉己辯方書裏面講過，天時地利人和，人嘅因素係最根本嘅。你個人強咗，天時地利都自然跟嚟。第3筆唔好省嘅錢係尊嚴錢，呢個係最多人唔明白嘅，亦係最多人省錯嘅一筆。喺最窮嘅時候，你都要保持衣着乾淨、儀表整潔，唔係叫你去買名牌，唔係叫你裝法，係叫你保持一個基本嘅體面，話俾世界知你唔係爛泥，話俾自己知你仍然係有尊嚴嘅人，告訴自己你仍然值得被尊重，值得被重視。我細個家境一般，但我記得我阿爸就算再窮，都會將個皮鞋擦得好亮，衫褲都係蒙過嘅，出街嗰陣都係挺胸行。佢話窮可以，但唔可以寒酸。呢句說話我記咗一世。後來我出嚟社會做嘢，人哋因為我嘅儀表對我多咗份尊重。呢種尊重就係機會嘅開端，係別人願意同你打交道，願意考慮你嘅起點。好多人以為衣着係表面嘢，唔重要，但係你知唔知好多心理研究都指出，一個人嘅外在形象直接影響別人對你嘅評估同判斷，亦直接影響你自己對自己嘅信心同狀態。你穿着整潔，你自己嘅精神面貌都會唔同，你行路都係挺起胸嚟，你說話都係更有底氣。省咗呢筆尊嚴錢，省走嘅係別人對你嘅基本尊重，係你可以接觸到嘅機會同資源，更加係你自己對自己嘅信念啊！呢個代價遠遠超過你省到嘅嗰幾百蚊，所以我話呢3錢係窮人絕對唔可以省嘅，唔係叫你亂花錢，係叫你學識分清楚邊啲係真正嘅投資，邊啲先係真正嘅浪費。窮人思維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哋省錯咗地方，佢哋捨唔得花錢喺自己身上，卻話要請客食飯博面子，要追時裝潮流沖撐，要打牌輸咗唔眨眼。呢種省法越省越窮，係我見過最殘忍嘅惡性循環，係一個人親手困死自己嘅方式。一個人如果連未來都唔肯投資，淨係識慳買餸錢，咁你嘅格局就永遠困死喺嗰個菜市場出唔嚟嘅。《論語》話吾日三省吾身，就係叫你每日檢討自己，你而家嘅支出決稿，你而家嘅時間分配係幫你翻身定係幫你困死自己？問清楚自己，你就知道你要改變咩？而家我要講第2個大道理，就係沒錢千萬唔好串嗰3門。呢個係我睇過無數人情冷暖之後最想提醒你哋嘅忠告，亦係最多人在困難時候犯嘅錯誤。我年輕做媒體嗰陣，見識過幾多所謂嘅人情世故。嗰啲平時稱兄道弟嘅人，當你一旦失勢，佢哋嘅態度大轉彎，可以令你寒心到骨髓。你以為係朋友，到頭嚟發現只不過係你有利用價值嗰陣嘅臨時夥伴。你有錢嗰陣，佢哋圍住你轉；
你冇錢嗰陣，佢哋話唔見咗，話最近好忙，話嗰日再約，又或者乾脆唔接你電話。呢個唔係個別現象，係人性嘅本質，係社會嘅現實，係幾千年來古今中外都係如此嘅道理。你早一日明白，你就早一日少受傷，少走彎路，少花精力喺無謂嘅地方。老子《道德經》裏面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你明白人性係智慧，你明白自己嘅位置先係真正嘅清醒。你冇錢嗰陣去串門，唔係唔識路，係唔識人性，係唔識保護自己。第一線唔好串嘅門，係睇唔起你嘅親戚們。有啲親戚你窮嗰陣，佢哋話你冇出息，話你冇用，講你閒話，個個都唔睇好你，甚至喺家族聚餐嘅時候公開嘲弄你，喺長輩面前說你失敗。你去佢哋門口，唔係親情，係羞辱你，以為去到佢哋嗰度可以借到錢，可以得到幫助，可以感受到家人嘅溫暖。實情係你唯一攞到嘅係一賭子氣同埋幾句難聽說話，係收藏喺心裏面好多年都忘唔掉嘅羞辱感。呢啲親戚唔係壞人，只不過係普通人。普通人就係咁，有利用價值先黏住你，冇利用價值就推開你。呢係人性，唔係道德問題，唔係你做錯咩嘅結果。你唔好怪佢哋，但你更加唔好用自己嘅尊嚴去成全佢哋嘅優越感，讓佢哋有機會踩低你，讓佢哋有機會喺你背後說。你睇佢窮成咁都嚟呢度借錢，你保護自己最好嘅方式就係唔去守住自己嘅陣地，保留自己嘅元氣。等你有實力嘅時候，你唔需要任何人嘅認可，嗰個時候自然係佢哋嚟攻破你。第二線唔好串嘅門，係淨係識飲酒食肉嘅狐朋狗友們。我見過好多人窮到食飯都成問題，但係仍然要去參加啲酒局飯局，唔去就話自己唔合群，唔去就驚人哋唔叫自己，唔去就覺得係被圈子淘汰咗。結果呢，錢花咗係咁多，時間浪費咗係咁多，對自己嘅前途冇任何幫助，反而浪費咗大量本來可以用嚟增值自己嘅時間同精力。呢啲所謂朋友，好天打風落雨嗰陣，佢哋係爭住搶嘢食嗰啲，但係當你真正需要幫助嗰陣，你去問佢哋借錢，你去同佢哋講你遇到困難，佢哋唔係唔接你電話，就係話自己最近都幾手緊，都係捱緊，話等自己好啲先再傾。佢哋中意嘅係飲酒食肉時候嘅你，唔係困難中嘅。你同呢啲人嘅關係係建立喺玩樂上面嘅，唔係建立喺真實感情上面嘅，係消費型嘅關係，唔係投資型嘅關係。你去佢哋度，只會令你手頭更緊，精神更散漫，令你離自己嘅目標越嚟越遠。沒錢嘅時候，要學識割捨呢啲無益嘅社交，唔係冷漠，係識輕重，係明白自己嘅處境，需要你把精力放去更有意義嘅地方。第三線唔好串嘅門，係消耗你自尊嘅所謂貴人門。呢個係最多人犯嘅錯誤，亦係最傷人嘅一個，係令好多人一蹶不振，從此對自己失去信心嘅根源。你窮嗰陣死都要去揾嗰個有錢朋友、舊同學、舊老闆、以前嘅上司，以為去到佢哋嗰度可以借到錢，可以揾到機會，可以重新打開局面。你鼓起勇氣去敲佢哋嘅門，以為對方會記得你當年嘅好，以為患難見真情，以為佢哋一定會伸出援手。但係你知唔知，當你去到佢哋門口嗰一刻，你係以一個失敗者嘅身份去敲門，係以一種我需要你幫助嘅姿態出現，係將自己放喺最低嘅位置。就算對方唔係故意要傷害你，佢哋嘅態度、佢哋嘅眼神、佢哋嘅說話，都會令你由頭到腳都係傷。有時候唔係對方嘅話語傷你，
係你看到對方嘅眼神裏邊嘅連冬同輕蔑，係令你最難受嘅嘢，係令你整晚失眠、屢轉反側、後悔去過嗰扇門嘅嘢。我當年做嘢見過一個老友失業之後，死都要去揾個有錢同學借錢，打咗幾次電話都話對方冇接，最後終於約到見面，講去對方公司等咗個幾鐘頭，人哋個秘書出嚟話老闆突然有緊急會議，叫佢留低聯絡方式，之後會打返俾佢，然後嗰個電話一世都冇返嚟。嗰種離家同難堪唔係一日兩日就可以忘記，係一世嘅陰影，係令一個人從此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嘅心理創傷，係跟隨佢好多年嘅傷疤。我要同你哋講清楚，去串呢三扇門係一種無效嘅社交，係用你嘅尊嚴去換一個傷心嘅結果，係最不划算嘅人生投資。你去串門，除咗自取其辱，係換唔到任何尊重同幫助。真正嘅社交係喺你強大咗之後，人哋自然會嚟叩你門，你唔需要低聲下氣去求任何人。當你有實力有價值嘅時候，機會自然會找上你，你唔需要出去追，佢哋自己會嚟。沒錢嘅時候，最重要係守住自己嘅陣地，保留自己嘅能量，蓄積自己嘅實力，潛心積累，等待時機，厚積薄發。呢個先係真正嘅智慧，先係真正嘅大智若愚。易經裏面講潛龍勿用，意思係龍喺潛伏嘅時候唔好輕舉妄動，要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先出手。你窮嗰陣就係你嘅潛龍期，你要做嘅唔係去各處串門求人，係安靜地積累自己，係沉得住氣。等你飛龍在天嗰日，係你展現自己嘅時候，係你讓世界見識你嘅時候。而家我想同你哋講幾個我親眼見到嘅故事，唔係大道理，係真實發生過嘅事，係有血有肉嘅人情博弈，係我一直記喺心裏面，每次見到人走錯路都會想起嘅故事。第一個故事係關於一個我認識嘅生意人，佢當年風光無限，喺行業裏面係響班嘅人物，屋企門甩都俾人踏破，成日有人登門拜訪，請佢食飯，奉承佢，圍住佢轉。佢以為呢啲人係真係朋友，係自己嘅圈子，係自己對江湖打拼多年建立起嚟嘅人脈，係自己最大嘅資本。佢好慷慨，有錢嗰陣爭住請客，爭住幫人，爭住出頭，覺得嗰結善緣係做人之道。後來生意出咗問題，絲金鏈斷裂，一夜之間有封頂跌落谷底。佢心諗，我做咗咁多年，識咁多朋友，平時對人咁好，總有人會幫我一把，總有人會記得我嘅好，總有人願意伸出援手。佢開始輪流去舊朋友度串門，去叩門，去傾偈，想揾機會，想借錢，想重新打開局面。一次、兩次、三次，嗰啲曾經同佢稱兄道弟嘅人，一個個避開佢。有人唔接電話，有人話出咗街，有人見到佢就轉頭行過，走另一條路。仲有人喺背後話佢嘅閒話，話佢嘅化緣，話佢衰到去呢個地步，話佢活該。嗰種心碎唔係因為生意失敗，係因為佢完全睇唔透人性，係因為佢花咗幾十年建立嘅所謂人脈，其實係建立喺佢嘅財富同地位上面，唔係建立喺真實嘅感情上面。當財富同地位消失，所有嘢都消失咗，比佢損失嘅財富仲慘烈。呢個故事嘅結局係，佢喺沉漸咗幾年之後，靠自己真正重新起步，但係再也唔會去敲任何人嘅門，再也唔相信酒肉朋友，再也唔花時間喺嗰些有利無情嘅關係上面。佢話係嗰段落難嘅日子令佢真正睇清楚咗人性，反而係佢人生最大嘅財富，比佢當年賺到嘅任何錢都值錢。因為呢份清醒令佢之後每一步都行得更踏實，更有力量。第二個故事
係關於我另一個朋友，一個好普通嘅小人物，冇顯赫嘅家世，冇特別嘅才能，但係佢有一樣嘢令我至今佩服，就係佢嘅定力。佢就曾經係某公司嘅中層管理人員，後來公司倒閉，佢失業咗，佢當時手上冇幾多積蓄，需要養家，壓力極大，周圍嘅人都唔看好佢，連佢老婆家人都開始有微言有聲音話當初跟錯咗人，佢可以選擇去各處借錢，去求舊朋友，去串嗰三扇門，去做一個在人前低頭，讓自己尊嚴盡失嘅選擇。但係佢做咗一個當時好多人唔明白嘅決定，就係堅持唔串門，唔去借任何人嘅錢，唔去求任何人，唔讓任何人有機會踩低佢。佢話佢輸得起錢，輸唔起尊嚴，因為尊嚴係你最後嘅保護，係你重新出發嘅底氣。佢將所有有限嘅資源分成3份，一份用嚟維持基本生活，一份用嚟供個仔女讀書唔中斷，一份用嚟自己進修增值，學習新嘅技能，跟上行業嘅變化。佢喺最窮嗰陣，每個月都去圖書館讀書充電，研究行業趨勢，思考自己嘅方向。佢話當你窮嘅時候，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令自己變得更值錢，令自己嘅未來有更多選擇。周圍嘅人說佢無居，說佢唔識變通，說佢窮成咁仲死撐面子，唔肯低頭求人。但係佢笑住繼續做自己，繼續行自己認為對嘅路。10年之後，呢個朋友東山再起，而且做得比以前更好，因為佢嘅能力係實實在在嘅，係靠自己積累翻嚟嘅，唔係靠人脈、靠關係、靠走後門。而嗰啲曾經睇唔起佢、唔肯幫佢嘅人，反而全部跑翻嚟獻殷勤，笑面迎人，想同佢合作，想攀上呢條線，仲話當年就知你有出息。佢笑住同我講：10年前我去敲佢哋門，人哋連個招呼都唔打，而家佢哋自己嚟敲我門，仲話要盲救，話當年點睇好我，世界就係咁，你強嘅時候連鬼都幫你連，以前踩過你嘅人都嚟奉承你。呢個故事教識我睇清楚一個道理：人性嘅現實，你早一日接受，你就早一日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去規劃自己，去走自己嘅路。透過呢啲真實嘅故事，我想教大家一件事，就係點樣辨別身邊嘅人，邊啲人值得深交，邊啲人只係喺你得意嗰陣先出現。值得深交嘅人係喺你最困難嗰陣仍然站喺你身邊嘅人，係唔需要你請客食飯都會問你點樣嘅人，係唔睇你有幾多錢，有幾大地位都真心尊重你嘅人，係你困難嗰陣會靜靜地支持你，而唔係嘲笑你嘅人。呢種人少得可貴，但係有，你要用心去找，用心去珍惜，因為呢種人係你人生真正嘅財富。至於嗰啲只係喺你得意嗰陣出現嘅人，你唔需要恨佢哋，亦唔需要怪佢哋，只係要清楚知道同呢啲人嘅關係係有條件嘅，係建立喺你嘅價值上面嘅，唔係建立喺真實感情上面嘅。明白咗呢個，你就唔會因為佢哋態度轉變而受傷，亦唔會因為失去佢哋而難過，更唔會喺你最困難嗰陣仍然去敲佢哋嘅門，白白消耗自己嘅能量同尊嚴。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喺最困難嘅時候依然可以保持一顆平靜而強大嘅心。呢個係修煉，唔係天生嘅，係需要刻意去培養去堅持嘅人，係環境嘅產物，但人亦可以超越環境。呢個就係修煉嘅意義。我晚年好中意睇莊子，莊子講心齋，意思係要放下對名利嘅執着，騰空自己嘅心，用嚟裝真正有用嘅智慧。呢個對我影響好深。莊子仲講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有限，但知識同智慧係無限嘅。喺困難中仍然堅持學習，堅持充實自己，
係一個人最高貴嘅品質，係超越困境嘅根本方法。好多人喺窮困嘅時候，個心係亂嘅，係慌嘅，係不安嘅，係被恐慌控制嘅。呢種慌亂令你做出唔好嘅決定，令你去串唔應該串嘅門，令你省咗唔應該省嘅錢，令你為咗眼前嘅小利放棄長遠嘅利益。但係如果你可以透過修煉，令自己嘅心靜落嚟，令自己嘅思維清晰，你就會見到別人見唔到嘅機會，你就會有別人冇嘅定力去等待同積累。淨係一種力量，唔係懦弱，係最深沉嘅強大。由窮則變到通則達，係一個過程，需要時間，需要耐性，需要定力，唔係一夜之間嘅事。窮嘅時候唔係叫你死懷，而係叫你變。點變？就係透過投資自己嘅健康，學識尊嚴，保持心境嘅平靜，守住自己嘅陣地，識別真實嘅機會。當你變咗，你就慢慢通；當你通咗，你就自然達。但係好多人耐唔住，等唔到，喺最關鍵嘅時刻放棄，跌返轉頭去串門借錢，去走捷徑，去揾一個即時嘅解決方案。結果係佢哋嘅困境更深，路越走越窄，離自己嘅目標越嚟越遠。我見過太多人係咁樣輸掉自己嘅，佢哋唔係輸喺能力，係輸喺定力，係一時忍唔住，一時慌咗，一時動搖咗，就做錯咗一個決定，然後再難翻身。點樣喺沒錢嘅時候依然維持自己嘅節奏，係一門功夫，係需要每日練習嘅修煉。唔好俾外界嘅聲音影響自己。你窮嗰陣，周圍嘅人可能會說你、笑你、質疑你，甚至連最親近嘅家人都開始懷疑你，覺得你係唔係走錯路。你要學識過路呢啲聲音，唔係唔聽，係聽完之後自己消化，自己判斷哪些係善意提醒，哪些係無知嘅雜音。佢哋嘅聲音唔係你人生嘅標準，你自己嘅內心先係你嘅標準，你自己嘅判斷先係你最重要嘅羅盤。唔好俾別人嘅眼光決定自己嘅價值。你嘅價值唔係由你現在有幾多錢決定嘅，係由你嘅品格、你嘅能力、你嘅潛力、你嘅堅持決定嘅。你要清楚知道自己係邊個，唔好因為一時嘅困難就忘記咗自己嘅本質，唔好因為別人嘅冷眼就懷疑自己嘅方向。每日靜心讀書規劃，呢啲係我當年低谷期嘅必修課，係令我得以撐過最艱難嘅日子嘅三根支柱。靜心係叫你同自己坐落嚟，聽聽自己心底嘅聲音，唔好俾恐懼同焦慮控制你嘅行動，唔好讓外界嘅推動擾亂你內心嘅方向。每日哪怕只係靜坐15分鐘，問下自己：我今日做咗咩？我今日有冇進步？我而家嘅方向係唔係對嘅？我嘅精力有冇花喺最值得嘅地方？呢種自我對話係令你保持清醒嘅方法，係防止你走偏嘅護欄。讀書係叫你透過別人嘅智慧同經驗，豐富自己嘅思維，開闊自己嘅眼界，令你唔係只係喺自己嘅小格局裏面打轉，而係能夠站得更高，望得更遠規劃，係叫你即使喺最困難嘅時候，都要知道自己嘅方向，每一步做咩，下一步做咩，1個月之後要達到咩目標，3個月之後要係乜嘢狀態，1年之後嘅自己應該係點。透過呢啲行為，你慢慢將內心嘅不安化為前進嘅動力，將困境化為磨區自己嘅機會。唔係叫你唔驚，係叫你即使驚都繼續行，繼續做，繼續積累。呢個才係真正嘅勇氣，係真正嘅強大，係真正嘅不服輸。我而家到咗一個年紀，回頭睇自己走過嘅路，有一種看盡千帆嘅平靜，有一種千挑百揀出深山嘅沉穩，有一種歷盡風雨之後對人生多咗份透徹嘅理解。我想用呢份平靜送幾句真心話俾你哋：人窮唔好省嗰3錢。
冇錢唔好串嗰三門。呢兩句說話唔單止係講緊錢，唔單止係講緊社交，係講緊一種人生態度，係講緊你點樣對待自己，點樣對待呢個世界，係講緊你係以一種怎樣嘅姿態面對生命嘅喜樂。你嘅錢應該花喺最有價值嘅地方，花喺你自己身上，花喺你嘅健康、你嘅智慧、你嘅尊嚴上面，而唔係花喺呢些令你更加渺小、更加自卑嘅地方。你嘅時間應該花喺真正愛你同你需要成長嘅地方，唔係花喺叫你感到渺小同自卑嘅地方，唔係花喺嗰啲只會消耗你嘅人同事上面。你嘅精力應該花喺令你變得更強嘅事情上面，唔係花喺維繫嗰啲單向消耗你佔便宜嘅關係上面。而家我要問你，由聽日開始，你可以點樣改變？第一，盤點身邊嘅人，哋係真心朋友，哋係酒肉朋友，定係睇唔起你嘅人，清清楚楚分開，心裏面有個明白帳，唔係叫你恨任何人，係叫你唔好對唔值得嘅人投放感情同資源，係叫你珍惜嗰啲真正值得你珍惜嘅人，係叫你做一個清醒嘅人。第二，重新規劃你嘅支出，你每個月嘅錢有幾多係花喺健康學習、自我提升上面，有幾多係純粹嘅浪費，係花喺令你墮落而唔係進步嘅地方。從而家開始做一個清單，調整你嘅優先次序，令每一分錢都係為你工作，而唔係被你隨意揮霍喺嗰些冇意義嘅地方。第三，確立自己嘅底線，你嘅尊嚴值幾多，你嘅時間值幾多，你願意去到哪一步去維護自己嘅體面。有咗底線，你就知道哪扇門係絕對唔可以敲嘅，你就知道面對任何情況都唔會跌穿自己嘅底線，都唔會做出令自己後悔嘅選擇。我希望你聽完今日呢一番說話，可以挺直腰中做人，可以帶住一份清醒同定力面對生活嘅挑戰。萬年唔係放棄，係另一種升華，係人生最成熟嘅階段，係你將所有嘅歷練、所有嘅智慧、所有嘅體悟融合在一起，開出最豐盛嘅花嘅時候。人生到咗某個年紀，你見過嘅、受過嘅、哭過嘅、笑過嘅、跌倒過嘅、爬起身嘅，都係你嘅財富，都係令你今日更加豐厚嘅養分，都係別人花錢都買唔到嘅珍貴閱歷。無論你而家幾多歲，無論你而家嘅處境有幾艱難，只要你肯斷捨離，肯放下嗰啲消耗你嘅人，同時肯重新投資自己，肯守住自己嘅尊嚴，肯保持自己嘅方向，人生幾時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幾時都有重新出發嘅可能。我當年讀莊子最喜歡一句說話：治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真正活得通透嘅人，唔係靠名利，唔係靠別人嘅認可，係靠自己內心嘅充實同平靜，係靠自己嘅智慧同尊嚴行走於世。你窮唔窮係暫時嘅狀態，你嘅心係你永遠帶住嘅寶貝，你嘅智慧係你嘅永同財富，係任何人都搶唔走嘅東西。一個心裏面有智慧、有尊嚴、有方向嘅人，無論走到哪裏，無論身處幾困難嘅境地，都係最富有嘅人，都係最令人尊重嘅人。因為佢知道自己係邊個，知道自己要去哪裏，知道應該省那筆錢，知道不應該敲那扇門，知道自己嘅價值唔係由外界決定嘅。呢種清醒，呢種定力，呢種內在嘅豐盛，係任何財富都買唔到嘅，係你最後帶走嘅一切。今日同各位老朋友講到呢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身邊有冇呢種人窮志短嘅人？或者你自己有冇試過喺最困難嘅時候，差一點走錯咗路，差一點去敲咗唔應該敲嘅門，差一點省咗不應該省嘅錢？你有冇試過因為省錯咗地方，令自己錯失咗一個機會，
你有冇試過因為佢串咗唔應該串嘅門，而令自己受到難以磨滅嘅傷害？歡迎你喺下方留言話俾我聽，我好想知道你嘅故事、你嘅感受、你嘅轉變，因為你每一個人嘅故事都係別人嘅鏡子，都可以令更多人從中得到啟發，少走彎路，少受傷害。我哋一齊學習，一齊成長，一齊活得更通透，更有尊嚴，更豐盛。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有幫助，請你訂閱，打開小鈴鐺，第一時間收到更新。仲有，請你分享俾你身邊需要聽到呢番說話嘅人。你嘅一個分享可能係改變另一個人命運嘅契機，可能係令另一個人在最困難嘅時候得到一份力量同方向。我每日都會喺呢度等住你，繼續同你講人生最真實、最受用嘅道理。